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iLevel Synergy Centre 調景嶺教室嘅 Miss Wong。我哋嘅教室提供 iLevel 嘅中文、英文同埋數學課程，適合3至14歲本地學校同埋國際學校嘅小朋友報讀。我哋 iLevel 嘅教學理念係好着重小朋友嘅眼光出發，就好似我哋個 brand name 咁 ，From a Child's iLevel。每個小朋友學習嘅節奏同進度都唔一樣，我哋會喺上堂前做一個評估，再由評估嘅結果去編選最合適小朋友嘅教材，針對小朋友嘅強弱項，由淺入深，最重要係令小朋友容易理解同埋掌握學習嘅重點，唔會覺得太深又或者太淺，從而提升佢哋對學習嘅興趣同埋信心。此外，我哋嘅中文同埋英文課程大約每6堂會有一個小評估，學生可以重溫返之前幾堂學嘅學習重點，加強記憶。另外，我哋嘅中英數課程每完成一個 level 就會做一個級別評估，除咗俾家長了解小朋友嘅進度，亦都俾小朋友更加有信心去下一個 level。喺我哋咁多年嘅教學經驗裏面，我哋係好着重鼓勵孩子。點解有啲小朋友學極都唔明，冇動力去學習？好多時其實係信心嘅問題，喺學校唔敢發問，令自己越嚟越冇信心。我哋嘅老師察覺到呢一點，所以喺上堂嘅時候，我哋會好留意小朋友係咪有唔明白嘅地方，我哋會鼓勵佢主動發問，講出佢哋嘅想法同埋感受，令我哋更加了解小朋友喺學習上嘅需要或者困難嘅地方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哋係會喺教材或者喺教學上作出一啲調整，再同家長保持良好嘅溝通，希望令小朋友建立返對學習嘅興趣同埋信心。我哋相信小朋友亦都會一步一步咁進步。最後，希望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愉快學習，開開心心咁成長。